上一節咧就係講到話點樣利用一幅嘅地圖嚟到做一啲嘅數據香港、九龍、新界、澳門。咁依家我咧就選取咗4月份喎，而呢一個圖表咧就係反映4月份6個牌子紅橙黃綠青藍嘅銷售額。但係如果你話我想話我睇翻1月份到4月份嘅走勢圖喎，得唔得啊？係可以㗎。咁我哋可以做另一個工作表啊。呢個工作表入邊啦，就反映翻呢6個牌子紅橙黃綠青藍6個牌子嘅走勢。但係咧，基於佢太多嘅數據擺落同一個表度咧，會令到人哋有眼花繚亂嘅感覺。咁可以話利用翻 Excel 一個 Chatbox 呢個 function 嚟到俾個使用者去到選取。依家我唔選取咁多個 Chatbox，我剔走呢啲 uncheck 佢，淨係揀紅色同埋橙色。去到呢度啦，你就可以睇到紅色同埋橙色嘅數據個走勢圖。咁好啦，然後再 step by step 點樣去講翻話點樣攞呢一啲嘅數據啊。喺紅色嘅工作表入邊啦，我喺 row 11咧就擺咗一啲嘅數據。咁嗱，呢個就係1月份嘅總銷售額，2月份、3月份、4月份、5月份。咁我就去攞佢啦，撳 Ctrl Shift 箭嘴向右邊，再撳 Ctrl C copy 去翻呢度。佢係紅色嘅數據，去翻呢一邊 ，right click 選擇性貼上連結，咁就將紅色工作表嘅數據攞落嚟，再嚟一個橙色，一樣啦。喺呢一邊1月、2月、3月，咁我撳 Ctrl Shift， 再撳箭嘴向右 ，Ctrl C copy 去翻呢一邊。橙色嘅數據連結咗去 right click 選擇性貼上連結，咁我就可以將橙色工作表嘅數據擺翻呢度。咁而關鍵咧就係點樣做到去互動咧，就係呢一啲 chatbox 啊，呢一啲嘅 chatbox 又係點樣做嘅咧？咁我可以整插入開發人員插入表單控制項，揀取呢一個 chatbox。咁我紅橙依家拎黃啊，控制項格式直呢度揀核取，然之後儲存格連結嗰度咧就揀翻黃色呢一邊，即係呢個儲存格 A14。咁我 check 咗佢，依家 chatbox 呢個 check 咗啦。咁我因為一 click 咁就係 true。uncheck 咧呢一個 A14 嘅儲存格就係 false。咁再要改名，打返去係黃，然後繼續做咧就可以做晒6個牌子嘅 chatbox。咁移返靚呢啲位啦。咁當你做好呢一啲嘅時候咧，你就再 set function 啦。function 係點樣 set 咧？可以睇一睇呢一條，佢係講咩咧？就話如果儲存格 A12 即係呢一個係 true 嘅話咧，你就同我將 C3 呢一個儲存格嘅數值擺落去啦。否則嘅話就同我打 NA 啦。因為佢圖表逢係見到 NA 嘅話咧，佢就係唔會攞佢啲數據。咁佢見到數目字嘅話先至去攞咯。咁因此你做呢一個圖表嘅時候就唔會話咁眼花繚亂。佢去攞數據嘅時候，佢已經係攞唔到噶啦。見到 NA， 再撳確定。好啦，而做呢一個下邊呢一個走勢圖又係點樣做嘅咧？咁我依家唔要佢啦 ，delete 咗佢，成個走勢圖 delete。咁就係將我個範圍1月到12月拎咗佢，將成個 range highlight， 然之後再揀插入喺呢個圖表呢一 part 度，揀呢一個插入折線圖，我揀取呢個。咁圖表標題
我就喺翻呢一條 bar 嗰度打翻等於，再撳 enter， 咁就可以做到呢一個走勢圖。但係呢個走勢圖咧仲未完成嘅，點解咧？就係因為呢啲顏色咧 by default Excel 佢幫你選取咗個顏色，咁其實係你係需要每一個揀啦。咁你揀嘅時候可以喺呢度揀啦。紅色有紅色。咁如果你嫌麻煩嘅話咧，我做好多次，我唔想做咁多次，我用咁我就需要寫程式啦。我之前寫咗個程式喺度，咁喺個 VBA 入邊嘅模組，咁我將佢攞翻啲顏色，咁就得㗎啦，就可以將呢一啲紅橙黃綠青藍咧聯繫翻呢一度嘅顏色。咁再整翻啲 checkbox 啦，再去揀翻呢一個圖啦，撳翻呢個 module 出嚟用啦，呢個 VBA， 咁就可以話整咗呢一幅嘅走勢圖表啦。好啦，咁咧因為呢個 template 咧就係準備好1月份到12月，咁就講話我5月份啲數我都有啦，翻咗嚟啦，我可以再攞多啲喎，我幅圖可以再睇埋5月份喎，咁就唔好隱藏5月份呢個 column 去啦，咁就資料取消群組，咁我將呢一個5月唔好群組去，咁你依家就睇到啦。咁我唔需要咁嗱。如果我開咗佢咧，6月、7月、8月開咗佢，其實呢一幅圖咧就好長咯。你都睇埋6月、7月、8月，我唔想睇咁長，所以我就群組咗。依家喺呢一邊 click 將啲數據ungroup 即係 ungroup 去，就淨係睇翻1月、2月、3月、4月、5月嘅數據。咁呢一個嘅動態嘅走勢圖啦，咁樣就係出到嚟㗎啦。咁佢需要再覆一次啦，需要用到啲咩 function 咧？就係 checkbox 啦，喺開發人員嗰度做啦。而做 checkbox 嘅時候就要聯繫啦，聯繫翻每一個 checkbox， 聯繫翻邊一個儲存格啦，再做翻呢一個 if 嘅 function， 就係話如果呢個 checkbox 係 true 嘅話，你就同我攞數據 ，otherwise 就唔好同我攞啦。做到呢一啲嘅function 嘅話，整咗呢個 table 啦，就可以整到下邊呢一個嘅動態走勢圖。咁今日講嘅就係咁多。